为了要降低大陆游客唔来损失，观光局要来推出有史以来上界大规模优待办法。即马初步规划讲，要互泰国、菲律宾、俄罗斯免签的时间会当更较久。另外，日本、韩国包机补助提悬到1成，自由行上界者嘛有机会提悬到200块美金的补助。另外，交通部嘛按算要新增加航班，也佫有时间高铁优待，要招更较侪外国游客去中南部佚佗。也毋过，贸业者认为讲补助也佫无够，应该一届都要补助者，先招头一批旅客名声拍互响了，再过来看情形调整补助的金额。因为大陆客限缩，旅游业是安尼限餐。观光局初步估计，这个下半年大陆客人次会减要40万人。旅游业嘛估算讲，这半年的旅游的收入恐惊会减少350亿。南向政策呢，它只有3天4天的这样的一个长度，那跟陆客的自由行有15天啊，然后团体行呢有8天。这样的差距呢，是从2倍一直到4倍的一个差距。交通部观光局紧急来开会应变，来拟定4项步数，要靠其他的旅客市场来安插大陆客欠少的空客。第一招，要简化外国旅客签证申办的流程。本来台湾免签1年的泰国、菲律宾、俄罗斯，未来考虑讲要甲延长到2年至3年。另外，1年有晶片护照的旅客，嘛有机会免签证就会当来台湾。观光局阁锁定日本、韩国2、3线的城市，计划提出这个包机补助，要甲增加10%。长期的包机，若是有带6天5暝以上的，一个人上济还阁会当得到奖励金200块的美金。好康的阁毋若安尼尔，即马阁要来增加台韩的航点，通吸引更较侪旅客来台湾。毋过台湾观光协会强调讲，这个补助就要一摆5月做有够额。若是去互分散去扣6米啊，安尼就真好去诱到日本甲韩国的观光客。力道一定要加在前面，而不是加强在平均。那第一波成功业才有信心嘛。那有信心的情况之下，后面的行销费用就可以降低了。旅行社业者嘛烦恼讲，这个压车头的补助，简单会互南北的观光差距愈来愈大，富的富上天，散的散屁屁。所摆观光局嘛要来想对策，计划释出这个引流中南部的政策，比如讲高铁优惠，台中以南的，若是同区间第2个人就免钱。不过相关的诱惑配套措施，要求爱到讨论，这个观光是毋是会当参例甘水过冬？交通部还阁爱规个甲敲测一下。记者日东报道。